疫情降到最低，不再扩散，祈求战争止息，保佑众生，万物生命安全，世所致导，圣慈昭格采纳。日文班我们念一下。啊？新闻班。好。济公活佛慈语：今天修到了吗？世间的人总是在看别人，没有在看自己。徒儿应该是在无过中求有过，非独尽得，亦且免患。待人处事，从有过中求无过，非但存后，亦且解惑。所以待人处事要从无过中求有过，虽然做起来不容易，但是你要告诉你自己，你有大度，一切都是好，一切都是善的，善缘。人一遇到困难，心的起伏就大。磨刀石，讲实心悟，对镜则迷。人活着，要把好的一面给大家，把快乐带给大家。世界上其实没有一点法，若有法，只是在你内在的精神意识而已。善用途拥有的方便，打开法门，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原来世间真的有一条圣贤路。修道要懂得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听到他人的是非，应该反观自照，不可再传言下去。对于自己的是非，应有果决，除非成事。现在的人常讲别人的是非，而对自己的是非却不知道，这也是修道的弊病。不要用言语来谄媚别人，应该用言语来相信别人。不要用言语来伤害人，而是用言语来造福人，这是修道人应该做的。好，感谢师婷呢为我们读了老师这一篇主持信哈。感谢你认慈悲。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心得？好啊，后学在佛堂的资历是很浅的啦，所以讲的心得，希望各位同学们不要听笑哦。那老师说啊，于无过中求有过。那这个后学查了一下，格言联璧这本很有名的古书里面说哦，待己当从无过中求有过，非独尽得，亦且免患。待人当于有过中求无过，非但存后，亦且解惑，亦且解怨。那就是格言联璧里面这样子讲，就是对待自己无过中早有过错，就是对自己比较严格啊。那对待别人呢，是有过中求无过，就是对待别人比较宽松，对自己的标准定得高，让自己的品德更深厚啊。那对外在的人事物呢，宽容，减少争吵，减少怨怼。后学是这样认为啦。那不知道各位同学是不是也这样觉得？那老师说啊，讲实心悟，对镜心迷。那我们常常在佛堂听经说法，对于佛法的道理呢，不是我们是后学就会觉得好像认识哦，有所体悟哦。那可是啊，境界一来，我们就是迷惑了。但那
前贤们讲的，进了佛堂就行正道，出了佛堂就行霸道。后学觉得后学自己也不是行霸道，就是迷失了道啊。可是啊，幸好点传师慈悲，每天还有那个俊彦坛主啊，他们每天都会传一些词语给后学，让后学可以好知道自己不足，或者是感觉到自己这样子是不对的。那谢谢高点传师还有君燕阿北的那个提醒。那老师说啊，世界上其实没有一点法，若有法，只是在你内在的精神意识而已。那后学最近读心经读的正好有一点点想法，就是其实没有法的。那心经里面说啊，照见五蕴皆空，是诸法空相，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都是在说没有我们身体上所有的感觉，甚至我们这个心里的感觉都是假的，都是虚幻的。我们这个灵性上面的那个最真的自己是不会因为世间上这些事情而这个郁闷或者是开心。后学记得君彦坛主啊寄给后学一份词语，那个它里面的仙佛说啊，苦非苦，亦非乐，乐非乐，只是一时的执念而已。对啊，我们现在觉得啊，我怎么那么苦，或者是觉得大家都对自己很钦佩，那自己就很开心，对不对？那个都不是真的啊，那都只是我们一时那个执着自己的念头而已，并不是我们真正的这个真正的主人想的这样子，真正的主人是不会这样想的。后学就觉得，世界上这样讲好像有一点太过消极，但是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因缘聚而生，缘散而灭的，我们不要太执着，是后学自己想的啦。那师尊说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在《论语》中啊，孔子说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那是说呢，君子不会因为某人说话动听而举荐他，也不会因某人品德不好而不采纳他的善意规劝。那师尊的不以言废人呢，是不讲他人的是非，那不用语言来伤害人。那所以啊，师尊讲的跟孔子的刚好有一点点相似，可是又后来不以言废了人又更深一层了哦，就是一直在讲自己的品德就是了。那师尊说反观自照，除非成事，就是让我们自己的品德更好啊。那我们要自己懂得反省自己，那我们就会更接近道。谢谢各位前贤。谢谢师挺浅显的分享。那接下来轮到那个黄金珠浅显，因为他麦克风开着没有关，可能要发言。
没有啦，领任后谁感冒还没好，我关起来，我关起来。哦，是这样，我以为你是感冒还没好，等互我感冒较好的吼，无拢佫会扫吼，好，谢谢。我想你迄个麦克风开咧要讲话啊。没有啦，忘记关啦，我没注意到。今天谢谢施鼎姐姐呢跟我们分享哈。当然，今天老师的词性呢，他说图今天修到了没哈？我们也应该说要自己去体悟、去觉醒、去感受，因为我们修到了没，不是说我们今天有去佛堂了才是修道嘛。修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无时无刻都是我们修道的时刻嘛。你在职场也好，在厨房也好，在家里也好，在你的周遭环境260中，我们有没有很注意到我们今天修到了没？当然，今天修到了没，是在看我们自己的心境，看到事情，你的接受、你的感悟有没有提升？当然，我们眼睛刚才那个师鼎跟我们说，那个心经里面嘛，要我们照见五蕴皆空。照的话呢，当然一定要观外面的一切环境那你一切环境当中，你看到了什么？你有没有体悟到了什么？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时常在看电视新闻还是报纸杂志，我们都知道现在就结束很多嘛。有没有体悟到？当然，结束没有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不会有那一种燃眉之急，燃眉之急嘛。以为说结束还离我很远，可能不会轮到我，还是发生在我的身上。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呢，那个心呢就会比较放松一点，比较放松一点嘛，没有很在意。所以说老师跟我们说，世间的人总是在看别人，没有在看自己，也没有在看自己，就表示我们没有很清楚的去了解自己嘛。因为我们时常在讲的说，打败别人呢是英雄豪杰，打败自己呢是仙佛菩萨嘛，所以我们一定要打败自己，打败自己的意念，因为我们要克己复礼嘛。那么那个己就是要克制自己的，刚才心经讲的，我们要五蕴皆空，要色受想行识。那色受想行识呢，我们有很深的体悟到一切都是空的吗？当你有一天真的可以很清楚、很明了的去觉悟到真的照见五蕴皆空的当下，那你才可以度一切的烦恼、执着、分别、妄想，一切的苦厄，你才能度过。所以呢，在我们老师跟我们讲的，徒儿应该在无过中求有过。当然，在无过中求有过，就是宽以待人嘛。在无过中，不是在无过当中呢求有过嘛。不是在尽的修业而已。如果在尽的修业的话，当然我们是有过中求无过，无过中求有过。什么事情都要反观一下，不要很绝对的嘛。所以老师跟我们说，待人处事呢，从有过中求无过。
当然我们有时候在待人处事的方面呢，应该时时刻刻要注意注意我们的言行有没有是得当，我们讲话会不会去伤害到人，还是我们讲话是鼓励人而不是伤害人所以呢，在待人处事当中呢，当然在无过中求有过了。虽然我们有时候讲话呢，有的人呢就是心直口快，讲话没有经过思考再出口，所以在所谓的讲话没有思考，就是说，有的人的心就比较心直口快，讲话呢有时候没有经过大脑的思考，他就讲出来的，有时候就讲出来呢，会人家听了呢，有时候会不舒服，有时候呢会不快乐，那这样就不好。虽然有时候说不是很大的过错，但是在跟人家交谈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虽然说老师跟你们说，虽然做起来不太容易，但是我们也要时常去告诉自己嘛。我们讲话一定要经过思考，什么人讲什么话，不一定，你一句话不一定对每一个人讲都适合啊，你要因人而异嘛，因人而异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知道孔老夫子的有教无类，就是说你要鼓励跟人家交谈，不是说一句话就每个人都适合，有的时候会不适合。所以呢，我们在讲话的当中呢，要告诉自己，我们言行要特别注意。当然，人在遇到困难的话呢，心的起伏就大，因为我们如果活在环境当中呢，我们的心呢就会随着环境的起伏而起伏。当你遇到困境的时候，当然你的心会不安嘛，你会起起伏伏，起落落的，那个落差就很大所以有道是老师跟我们说，讲实心悟，对镜则明，就是说，当一个人就好像我们一个身为讲师的，还是一个要去劝化别人的，对别人讲的时候呢，你的心的感悟可能会比较深，比较有觉悟，但是讲不一定做得到，因为我们现在还在修嘛，因为我们现在还有这个肉体嘛，有时候讲，有时候会做不到所以讲归讲，所以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不要离我们自己的言行太远因为有时候呢，或者是觉得说，如果我们讲的太遥远，我们自己都做不到了，别人当然是要做到也是很难嘛。所以在讲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讲我们的亲身体验嘛，还是讲我们的经验，还是分享我们的心得嘛但是这样对别人才有帮助嘛，因为你有经历过，所以讲的时候呢，人家有时候会感同身受嘛。如果对镜则明，当我们遇到环境的变迁的话，我们的心有时候就会迷漫了，就好像遇到困难、挫折、烦恼、执着的话呢，我们的心迷了，但是我们心迷自己不知道了，因为我们有时候说常常看别人但是没有时常看自己你自己这个难关没有办法去突破的话，
你就被环境所影响嘛。所以我们为什么在生活当中的时候，是我们不是活在环境当中，我们是要活在心境当中。哦，今天如果你的心境快乐好，不管环境多么的恶劣，对你的心没有影响嘛。如果你的心，如果你活在环境当中，不是活在心境当中，你就会被这个环境所污染、所影响。所以人活着呢，要把好的一面呢给大家，把快乐带给大家。其实世界上老师跟我们说，没有一点法，若有法呢，只是在你内在的精神意识而已嘛。所以《金刚经》最后跟我们说，那个一切有为法嘛，如梦幻泡露嘛，如梦幻泡露，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应作如是观嘛。所以呢，其实呢，那个没有一点法是可以让我们有法遵行的，那个是有为法，有为法是适用在我们的有为的世界嘛。那你如果进入到法界的话呢，有你的内心的精神意识里面来当家做主的话呢，那就没有了嘛。所以要善用我们的方便法门。当然我们的方便法门就是让我们的兄弟姐妹呢更加可以了解原来世间真的有一条可以让我们超生了死的路嘛，可以让我们有一条脱离轮回的路嘛。所以孔子才跟我们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嘛。所以呢，我们今天得了道，大家对真理、对道真、理真、天命真都有很深的认识了。那有很深的认识的当下呢，我们更加要为自己的生死负责，为自己的生死负责。所以呢，修道呢，老师在跟我们说，修道要懂得不以言己人，不以言废人。那么或者是觉得说，为什么不以言己人？其实呢，不以言己人就是说，当我们了解到一个人，我们不要去很在意说，好像说，很在意说，很赞美他。因为有时候呢，一个人被人家一直赞美的话呢，有时候呢也会有不好的印象，好像有一点捧杀啦，人家说的捧杀的意思在里面嘛。当你一个人，别人都说你很好，你很优秀，你很什么，但是有一天当你不优秀的时候呢，你要怎么办？所以呢，老师在鼓励前行呢，有时候要适可而止就好了，不要一直讲，这样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好意思嘛。不以言废人，当然说我们不能够诽谤人啦，不能用言语来伤害人。听到他人的是非呢，应该反观自照。我们如果说听到别人讲别人的不是处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反观自照。其实呢，在道场当中，我们要保持一股正能量，保持一股正能量。正能量呢，就是说我们尽量不要讲别人的是非嘛。如果别人有在讲别人的是非的时候，我们要挺身而出说，这个
可以规劝他是非呢，不要再讲了，因为人非圣贤嘛，谁能过嘛？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嘛。别人有时候平常就表现得很好啊，有一点错误的话呢，我们就说就讲那个人的不是，这样也不是很好嘛。在修行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失误的时候嘛。所以呢，我们看到别人讲别人的是非呢，我们就要规劝他呢，适可而止就好了，不要再讲下去了哈。应该要有那一种心胸来包容别人嘛哈。如果我们常讲别人的是非呢，而对自己的是非却不知道，这也是修道的弊病。所以老师的词信当中呢，都跟我们讲到很多的重点，都是修道的路途上，我们自己会犯到的错误，还是会犯到的过错，老师都跟我们讲得很明白。那我们讲得很明白的过程当中，就是要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去更加的谨慎。所以15条佛规最后一条就是要谨言慎行。谨言慎行。所以呢，虽然我们没有在佛规礼节的过程当中呢，没有时常在提这个戒嘛，所以呢，或者有看到一本诗，一个海贤老和尚呢，他跟我们说呢，邪道呢，就是让我们知道心即是佛嘛。那么修行呢，就是要让我们以戒为师，以戒为师。所以修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毛病在哪里，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习性在哪里，那我们才可以来修正，来修改，让我们可以以更加清楚的回到那一条圣贤之路嘛。所以老师跟我们说，不要用言语来谄媚人，应该用言语来相信别人。不要用言语来伤害人，而是要用言语来造福人。这是我们修道人应该做的嘛。所以呢，在修行的道路上，我们在讲话呢，一定要用正面的、正能量的来鼓励人，来造福人，不要用负面的语言呢来谄媚人，来巴结人，还是来用言语来伤害人。这是老师跟我们今天的词信这是后写的一点心得了还有哪一位前贤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辉煌领人可以分享一下吗？辉煌领人有听到后学的声音吗？听退出。那我们请文岭前贤来分享一下好吗？不是离乡仙吗？他感冒，你要体谅他嘛。感冒。对了，他喉咙不舒服。我想他感冒好几天了，我们要体谅他一下。我想拢离乡先好些拢会较好。没关系的。感谢林任慈悲，那个处长林任，还有各位前贤大德大家晚安。济公佛有慈语，徒儿今天修到了没？问看咱今仔敢有修到啊？然后，这是逐工的代志，因为修到迄是
修甲咱盖棺论定嘛，这逐工拢爱修的，亲像咱咧食饭烧啥，逐工一定爱食餐，所以修道嘛是烧啥，迄个后学，伊这有讲到这个无过，从有过中求无过，无过中求有过，这那像稍微有点绕口音。后学分享一个，这个汤之盘铭诶，伊所讲的这个苟日新、日新又日新。以汤之盘铭，汤就是迄个陈汤嘛，商朝的开国君主，伊这个君王，伊为着要勉励自己所以伊日常生活当中，伊所使用的一个盥洗盆，这个盥洗盘上伊就刻着这个自我告诫自己的9个字，就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讲咱人的，亲像咱人咧洗心烧啥，像咱道之宗旨内底嘛有叫咱爱迄个改恶向善，要洗心涤虑，要借假修身，恢复咱本性之自然，启发咱良知良人之至善，那如果就是讲会当像咱咧洗身躯烧啥，因为咱逐工嘛是爱洗身躯，咱会当，你就会当看到这个盆子里面有盆子有刻这9个字，他在时时在警惕自己嘛。伊就是讲要清楚咱家己咱像染上这些恶习，这些污垢，亲像洗身躯安尼会当洗清气，所以咱会当互咱的心地会当变得洁白纯净。所以伊讲苟日新，就讲，既然有一天伊开始做有入下这个志气，开始要做便应该呢要精益求精，逐工会当安尼洗掉这些污垢恶习，就是逐工一工一工逐工拢爱就是精益求精，就是要好要搁较好，这爱持之以恒，小想这就是讲爱持之以恒，逐工来反省自己的过失，从你内心的这个污垢会当洗互清去，互清去。就是讲要从咱的一寡这个我执还是讲一寡邪见咱的这恶习，这些东西都能够净尽，就能够天理轮行。所以古代圣人以这个道德的修养上对家己嘛是做严格的要求，不断的这一个有新的当有新的这个进步，爱当来提升。所以咱修道嘛，亲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咱得爱更加应该要战战兢兢的，260中要报道奉行。迄个段咱人拄着困难的心起伏的大，有道是讲直心勿对镜则迷。我只要把好的一面给大家，把快乐带给大家。世界上其实没有一点法，若有法，只是在你内在的精神意识而已这后学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讲伫咱这个日本江户时代有一个这个盘龟永卓禅师有一天有一个信徒上前去问请示这个禅师来讲我天生暴躁的性情我唔知要安怎来改正这个禅师就信徒讲你将天生暴躁的性情拿出来我来你改掉。信徒回答讲不行我现在没有。但是如果一碰到某些事情的时候那个天生的暴躁性情它就会跑出来，然后自己就会控制不住的发脾气有当时咱嘛是有那会碰到什么代志有当时是有那会，但是有的人会当迷糊不懂这个禅师嘛会讲这个情形倒是很奇妙的。那如果现在没有，是在某些偶然的情况下你才会心情暴躁，可见这不是天生的而是你在跟别人争吵的时候自己造就出来的。
可是现在你却把它说成是天生，把这个过错推给上天，推给父母，安尼里面太不公平了。经过长师以一番的开示，这位信徒终于也是能够意会过来，所以从此他就努力来改掉他这些暴躁的个性，就不再轻易的发这个脾气了。因为很多毛病其实是拢咱过去世跟这世的一寡恶习，所以这世咱也会当是讲将这个物件会当清净的，所以咱的本性本性本质清净嘛，一本对咱的真如本性，它原本是清净的，是没有这些这些脾气毛病因为它其实都是一个习惯来的因为你像咱出世的囡仔嘛，无讲就会每餐之前会干咩啉烧酒、无槟榔、食薰嘛，这拢是豆豆学来的你的环境你接受的一寡人你当做迄是迄个正确的就安尼一直做，那也会养成一种习惯所以咱爱将这个习惯一寡恶习这些污垢一定要把它清除掉那后学就分享到这边好，感谢感恩。要再去跟他洗澡做运动。感谢文敏的分享刚才或者有想到一个小故事，就是世界上其实没有一点法，若有法，只是在你内在的精神意识而已。以前在6世纪的时候，韩国有一位演小大师，他跟一位那个义江大师，两个人呢要来中国呢学佛法嘛他一直走到一个晚上了，他们要找一个地方休息了，所以呢就在山上呢刚好看到有一个寺庙已经没有人住的他们两个呢就住在那个庙里面已经走得很累了很口渴了想要找一点水来喝了他们那天呢他们就出来外面找刚好找到有一条河，那么有河水呢他们就赶快呢捧水起来喝嘛当喝的当下呢觉得那个河水呢真的是很干凉很好喝就对了啦他们喝下去的是以为是甘泉就对了啦当下觉得有这种水真的很清甜当下呢就觉得说当下太好了，有那种水可以喝。那么喝完了他们就回到寺庙里睡觉那么隔天呢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心在想昨天有那么甘甜的河水泉水可以喝呢我是否要去看看它的源头在哪里呢所以呢他们两个呢就去找，结果找到那个泉水的源头呢他们看了一下呢把昨天晚上喝下去的水呢都呕吐出来了，因为他们看到有一具尸体呢死在河边尸体上还有虫在爬尸水呢又流到那个河里面，看了当下呢真的把昨天晚上喝的水呢都吐出来了，所以那个演小大师呢当下他就觉悟了，说到底是泉水是甘甜的还是不清净的，他都那个泉水都没有差嘛，只是在我们看下的当下是我们心在起作用嘛，所以呢他当下就
体悟到世界上其实没有一点法，若有法呢，只是你在你内在精神意识上而已嘛。所以他当下体悟，一切法呢都是心想生，一切法都是心想生嘛。所以呢，当下他就圆晓大师跟义香大师呢就好，当体悟了，他们就不来中国了，他们就马上又回到韩国去了。所以呢，是我们心意识上面的问题嘛，哦。还有哪一位前贤要跟我们分享？那个辉煌领任，辉煌领任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好，好，谢谢。有听到吗？有。好，今日迄个老师词语来讲吼，今天修到了没有？因为咱求得了，咱即摆是先得二修嘛，过去先修二对嘛。那么老师问讲，咱今日有修诶，是讲吼，咱咧修学道是拄则文林讲诶，是继续拢至死永不退。每日拢咧修，修到盖棺论定，修就是修迄个脾气毛病，安尼，咱有修袂？咱拄着顺境逆境的时，咱个心境是毋是如如不动？所以下面人讲，世间的人呢，咱世俗的人总是呢，看别人啦，无咧看自己啦。别人过错，咱看甲一清二楚，咱家己过错。拢无看，拢看袂到啦。尤其咱一支镜头啊，咧记别人，四支咧记咱家己，咱嘛毋知影啦。所以讲吼，毋只人讲吼，咱道理应该是在无过中求有过。非独尽得，一切呢免犯嘛。你讲吼，咱。伫即个，咱拢认为无过错的当中，咱一定爱反观自照，毋是过错，是看咱对事的即个看法，因为每一个人对事的看法拢无共，咱认为无过错，但是咱别人咧看，凡是有过错，嘛无一定就对啦，安尼，所以讲咱。伫待人处事的当中呢，一定咧爱时常反观自照，讲足简单，要去做事实足困难，因为你无拄着，毋知影。就像下面讲的，咱遇着困难，咱个心，迄个起伏就很大，所以有人讲咱时常伫道场咧讲开悟，是迄个。心有开悟无？但是呢，讲足简单，当时心悟对境即灭啦，咱逐个道理听侪嘛，知影讲即个脾气毛病，修学道是改脾，起毛病尔，但是呢，咱是顺境。伫心无波浪的当中，大家认为讲修道，拢足好修啊。但是当迄个境界来时，咱的起心动念又万过起来。就是讲足简单，要去做足困难。因为咱伫世间，既然拢还阁咧修，咱还未修到迄个做讲完过满，犯错一定在所难免。所以咱拄着代志时，拢宽以，宽慈对家己拢足容易原谅家己，但是对别人拢袂原谅，袂当讲严己宽仁啦，拢颠倒变啦，这就是咱伫修的当中爱，时时醒悟时时提升咱的即个就是讲爱时时安尼啦。所以咱呢，活咧呢，一定呢，爱从好的一面呢，
将快乐带互大家哦。因为呢，咱是讲看着人拢好诶，无歹。哦，就像较早有两个师兄弟吼，因为着一件事咧冤家咧争吵，因为师兄甲师弟嘛，师兄认为讲安尼对，但是师弟讲安尼对啊，两个伫遐咧争吵，所以即两个，即个师兄就去问师，将这经过代志讲给这师听，哦，师讲师兄，伊就讲互即个师兄问啊，伊就讲互你对。即摆这个师兄出去了，换师弟入来，佮将即件代志佮禀报因师，因师讲你嘛对啦，但是呢，伫即个师的身边，一个同修，伊就听下感觉足奇怪，同样一件代志，两个来讲拢因对，两个拢对，所以即个伫师边啊，即个。同修就去问因师，因师讲你嘛对啦，就是讲伫修行的当中，拢看着人的好诶，无看着人的歹。尤其咱伫修的当中，因为咱拢是同修，不足拢在所难免，咱一定爱宽容伊，因为咱咧修就是修这个圆融，这圆融足无简单诶啦，咱修就是修这个觉，拄着代志。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看法，拢无共，安尼免大家去包容，咱伫同修的当中咱大家较会提升，较会进步。是讲咱伫道中尽量是非盲讲，咱来讲好诶，因为咱伫修的当中一定呢有所不足，既然是人嘛，咱咧搁咧修不足拢在所难免拢会。但是呢，爱去圆融大家啦。但是呢，咱对咱家庭呢，爱较严格，要严己，严己宽容就对，这就是讲咱伫修行的当中爱去迄个做的就对啦，这个法呢，因为咱伫修行当中是咱要来研究经典。要研究这个佛法，就是要互因知影讲，这个法就是要互因使咱会当心性会当提高，知影讲咱的本性良心，咱拄着的这个外缘境，咱你必须色声香味触这是外缘境，咱只要会当保任着咱的本心，将这缘影，因为迄个就是拢是缘影嘛。放下，但讲足简单啊，就像拄仔讲诶，讲时心外，但是对境即个啊，大家咧讲，拢讲到迄个道理条条有理啊，但是迄个境咱拄着了，咱诶心一定搁袂歹啊，因为咱毕竟是现象界嘛，感谢呢，所以讲修就是做袂用，咱就是爱时时观照，时时反观自照，时时提升自己。就像拄则因就念讲诶，咱15条几尾啊条诶做谨言慎行。咱讲诶一定要做小心。你做代志要做谨慎。安尼，来提升咱爱保任着咱诶本心。就像前辈者咧讲诶，时时保持着迄个佛心。佛心做事，但是咱拢人心做事啊，咱拢毋是佛心做事啊。尤其大家同修的当中，咱大家就是拢有一个目标，要帮助师尊师母来普度兄弟姊妹，大家一定要互相体谅，互相原谅，安尼咱的道场较会进步，袂使恶行恶事，伫修行当中，人间会不及格呢，感谢呢。但咱犯的过错，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就是讲咱一定要保润着咱的本心，将咱呢必须色声香味触法，迄当作原影，
安尼当作原领当中，咱就是袂当遐执着，袂当遐执着，哦，安尼自然着，哦，保持着迄个本心，迄一切拢是做虚幻的，哦，安尼咱自然就较好过。拄着逆境的当中，咱一定爱善谢感恩，自然着咱就过着吼，哦，较好过。较好过时，就是迄个脾气毛病就自然较袂起，哦。过来就是讲迄个咱修道吼，不以言举人，不以言诲人。就是讲，平常时啊讲话足好听，足大力煲汤，你着忙讲安尼吼来推荐他。伊个有诶表现做歹，但是伊咧发言诶时，有时嘛足有道理。有时人讲旁观者清啊，当局者迷。拄则讲诶，咱伫旁观者看到事诶时是清清楚楚。当然，混入即个迷魂阵诶当中，咱是模模渺渺诶。所以讲，咱就是讲，拢无跳出来即个顶头咧看。咱拢混入即个迷魂阵，当咱混入迷魂阵，就是像拄啊放时开悟，进来就袂啊安尼，就是安尼，所以这法呢，就是讲要互咱来对着咱的弊病，发无定法啊，对症即疑啊，这个法就是讲你中意对一个。用什么法表来破你的心？你的心若是开朗，自然的你就对事袂去执着，安尼。就是讲咱一定要相信，咱应该爱用言语呢，来相信别人，莫用言语来伤害人，而且呢，爱用言语来。做福利，这是咱修的应该做的就对，因为咱迄个这期就是讲虽然会当在家修，而且是普渡，咱会当大天宣化天庭嘛，只有这届有尔，咱就是一定要广度有缘的这兄姊妹，拄着人，咱就爱逐鼓励叫伊来开智慧。安尼，来提升咱每一人的这心性，安尼，伫迄个有过呢，一定要改，所以伫传经这个无上嘛，正讲欲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欲迄个世人欲修道，一切尽不妨啊。相自见几个，医德即相当啊！感谢呢，因为世间人，咱若是想要修行，一切拢无要紧就对。但是呢，一定要相自见几个，有看到家己的过程，开始进入了修行学道这个阶段。你若个拢无看到家己的过程，拢敢看到别人的过程尔，你也袂进入这修行。所以听讲医德即相当啦。因为互我就讲到这，一向感恩。感谢各位女生的分享。再来，我们请台北往后领任跟我们分享一下。台北往后领任。好，感谢领任慈悲哈，领任各位前贤，大家晚安哈。今天我们分享了《西东佛耳慈信》哈，在这一篇当中，或许看了，真的有时候我们在修道，那先了解一下我们什么叫修道。其实我们自从求了道之后，知道我们本身有一个自性佛。那因为我们6万年来在轮回过程当中，我们很多的脾气毛病都没有改，
所以我们借着在求道以后，知道自己有一个本来的一个良知良能的本性了哈，所以我们要时时的回光返照，自己的不足的有不对的地方，能够来修正。所以老师告诉我们，今天修到了吗？没。其实我们如果能够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有哪些不好的脾气、毛病还是习惯，那我们是不是要去来修正它？那再来就是世间的人总是在看别人，没有在看自己。事实上，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过错，但是自己的过错永远都看不到。所以老师在这一段，徒儿应该在无过中求有过。那我们在伦理的有一段小人无错啦，君子常过其实这个君子就是我们的修为那我们也了解君子为什么常过，不管遇到哪些争执的时候，他第一想到的都是我的错。所以或许在这边可以提供一下，就是如果遇到摩擦的时候，能够低心下气的都是我的错，那这个摩擦就会降到最低最低。所以是一种自力，让自己不断来提升那最主要它也是一种胸怀，那时刻能够为别人来着想，都是我的错，也是一种美德，让彼此之间的心更近。而且道场因为有人就有事，常常因为有事来冲突的时候，就是考验我们在修为的好不好。那真的如果能够低心下气、回光返照、认错都是我的错的时候，它也是一种难得的修为。所以真修当不见世人过，如果我们真的一个修行人，就不会看到别人的过错，因为我们时常就看到自己的过错，那都是我的错，它也是自净其意，长养身心，真的对自己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会帮助很大。那人一遇到困难的心起伏很大，事实上老师在这里告诉我们在讲的时候，听道理的时候都能够感悟，但是遇到进来的时候就被迷漫，有时候真的就是说我们的修为都还不够。所以人活着要把好的一面给大家，把快乐带给大家，其实这个是很高很高的修为。真的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能够以礼相待，真的不容易。但是尤其越亲近的人，你越不容易用这种意境来跟他们相处，因为太熟悉了太可笑所以咱讲话就足直接，那这些有时候就会造成到人跟人的一个摩擦跟伤害那世界上其实没有一点谎。刚才我们领任讲那个故事真的很棒，因为在我们心中里面，如果它是清净的、凉爽的，他喝到了那个泉水，他很甘甜。但是进来的时候，让他白天去看那个水的源头的时候，坦白讲，因为心起的作用，他的意识心起的作用的时候，他真的看了就想吐了所以真的在我们人的意识当中都在心的作祟，所以我们真的要了解，事实上它是有一条圣贤之路，我们要好好去修了
那修道要懂得不以言己人，其实夸奖别人那是好事，但是如果你夸奖的太频繁，反而是一种不好的事。不以言会人，不要用言语去伤人啊，这样子会增加人跟人的摩擦。因为我们常常犯的错误就是我们听到别人在讲智慧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回光返照，反观知道自己有没有犯这些错误。如果知道，我们就不要再传下去了。所以或许在道中，我们非常钦佩的弘铁人师，他接触的人，接触的抱怨太多了，但是至于智者，他都把它挡在自己的身上，他不会再传下去。所以或许非常的赞叹他，在修为的方面是相当棒的啊。那相对的，我们现在人常常讲别人的是非，而自己的是非却不知道，因为我们缺乏了反省的能力，所以常常看到别人不对，那这是我们修道当中的一个弊病，所以老师特别来跟我们强调了啊。那我们不要用言语去献媚人家，其实我们人跟人当中，虽然有时候久久见一次面，互相问暖，就是问好，但是也不要太过于献媚人家。我们要用言语来相信别人，人跟人当中，我们就不妨就是用言语来造福人家，这是我们老师最后告诉我们修道人应该做的。那后学就分享到这里，那谢谢灵任给后学机会，谢谢。感谢王副理任的分享哦，他体会很多了哦，他跟我们分享他的心得，太棒了。那我们接下来请我们吴杰处长呢跟我们做最后的分享哦。吴杰处长可以跟我们好，谢谢，好，感恩。各位领任，各位前贤，大家晚安哈。咱或许今天晚上哈，真的听到咱各位前贤大家分享哈，真的很赞叹，不是咧讲好听话哦，真的是很赞叹哦。因为呢，或许想要讲的，咱大家哈都讲完了，都已经说了，真的都已经谈到了。因为呢，咱今天大家想要学习的第一句话，老师就跟咱问讲。徒儿今天修到了没？修到。没电了，来停了。